喂，Joey，你身邊有冇一種人，你永遠都預佢唔到佢下一步想做咩？有時完全遇唔到咪最危險嗰種咯，佢哋笑晒就出事。冇錯，呢種人就係真正嘅贏家，而佢哋嘅秘密就係第3條法則。隱藏你嘅意圖係今日嘅主題。權力48法則第3條，隱藏你嘅意圖。法則核心好簡單，永遠唔好令人睇穿你想要咩。一旦知你想要咩，佢就會控制你。即係咪俾人知你嘅 agenda show 咗牌就輸硬？完全正確。你有冇發覺有啲人永遠都遇唔到佢哋下一步想做咩？有就係最難應付嗰種，永遠預佢唔到，佢就永遠佔上風。呢個就係隱藏意圖嘅力量。你可以嘅話，對手永遠唔知你想點。所以高手都係 poker face，全部收埋晒，唔俾人讀到。係，但係問題嚟啦，點解有啲人特別容易被睇穿？性格太直接定係太老實？兩樣都有。但係今日我哋唔只係講性格，而係要拆解背後嘅心理學。好，我 ready 啦。第一個概念，誠實偏見。我哋人類天生相信人係誠實嘅。我係你係，大家都係 default 就係信人。呢個就係弱點。就算有人想呃你，你嘅大腦都會話唔會嘅，佢唔會呃我。所以即係可以利用呢個 default trust，預咗人會信你。聰明。你今日做 sales，你話幫緊佢，其實你想 sell 佢，佢大腦默認你係好人。預設模式就係信，呢個就係我哋可以利用嘅位。但係問題嚟啦，誠實偏見會令我哋點？低估對手，低估佢想呃你嘅意圖。完全正確。你永遠唔信人會呃你，直到你已經中招。呢個就係 hidden agenda 嘅威力。所以高手會利用你嘅呢個弱點，預你係豬，預你會信。講個職場例子，阿明係一間大公司嘅中層，佢想上位，但係佢做嘢太高調，成日話我今年搞掂咗幾多項目，我幾叻，佢唔衰得。冇錯，老細其實已經知佢想做緊乜，但係阿明太外露，完全收唔到。結果咧，老細請咗另一個同事做經理，因為個同事永遠笑騎騎，唔知佢諗咩。你就知 hidden agenda 幾重要。越係收埋自己嘅人，越難被對付。反而太坦白就係弱點喎。任何人都知你想要咩，佢就可以喺你前面走。第二個概念，認知負荷。你今日同人傾偈，佢俾好多信號你，說話、語氣、body language、眼神、接觸，全部都係 data。但係人類處理唔到咁多資訊，大腦會點？filter 走啲嘢，揀啲 highlight 睇。正確。認知負荷高嗰陣，大腦只係揀幾個關鍵信號嚟判斷。所以如果你俾太多信號，反而令人讀唔到你真正想要咩？呢個就係故意嘅模糊。你嘅行動、語言全部都係噪音，令對手無所適從。咪故弄玄虛，將真正嘅意圖藏喺一堆冇關痛癢嘅資訊入面。三國時期有個人叫司馬懿，堪稱隱藏意圖嘅一代宗師。我知道司馬懿、曹操 family 都驚佢話佢有狼牯之相。曹操早就知佢係威脅，但係司馬懿點做？佢扮到十足一個忠臣，完全收埋自己，唔俾人知佢真正想要咩。由曹丕、曹郁、曹芳三朝皇帝，佢都陪住，由後生陪到老，幾十年咁長，佢可以呃晒成個 empire。公元249年，高平陵之變，曹爽帶住皇帝去拜山，司馬懿突然發難，等了幾十年就係為咗呢一刻。佢對曹爽話：你降，我唔殺你。曹爽信咗，交晒兵權，然後呢，然後殺晒夷三族，幾十年隱藏就係為咗最後一擊。呢個就係大策略，永遠唔好令人知你嘅 agenda，直到時機成熟。第三個概念，睡眠者效應。你有冇試過聽完一個人講嘢，當下唔記得佢想表達咩？成日都係，可能太長太複雜，瞬間就唔記得。但係如果個信息係包喺一堆噪音入面呢？
就更加難以察覺，因為唔會引起注意。呢個就係 sleep in noise 策略，你嘅真正意圖藏喺一大堆冇關痛癢嘅嘢入面，令對手專注啲垃圾資訊，真正嘅 agenda 就安全。心理學上叫做分散注意力。如果你做談判，咪可以聲東擊西。表面係問題 A， 其實你想傾嘅係問題 B。好啦，講到實戰技巧，第一招，情緒要收埋，喜怒不形於色。令人孤立唔到，你就永遠佔上風。第二招，故意放風，放出啲假方向，等對手跟錯路。所以有啲人明明想做 A， 但係不停提 B， 就係為咗呢個。正確。第三招，永遠留翻一口尾注，就算今次輸，你都唔好 show hand。留一手，機會仲有 show hand 就係零後着。第四招，建立 mystery，你知道嘅嘢永遠比顯露出嚟嘅多，令人覺得你好深，佢就會低估你。第四個概念，雲輪效應。如果你俾人第一印象好，佢就會覺得你其他方面都係咁。所以如果你表現得真誠，就算你有 hidden agenda，佢都會覺得你冇。聰明，你利用雲輪效應可以隱藏你真正嘅意圖。只要你俾一個正面嘅 first impression，其他嘅破嘢都可以包裝埋。所以職場上永遠笑騎騎嘅人係最危險喎。因為佢哋嘅笑容令你低估佢哋嘅 agenda。好，我哋總結一下，第三條法則係隱藏你嘅意圖。永遠唔好令人知你想要咩，直到時機成熟。背後嘅心理學係我哋天生有誠實偏見，呢個就係弱點。認知負荷令人讀唔到你，睡眠者效應令你嘅信息沉底，雲輪效應就幫你包裝。歷史告訴我哋，司馬懿用咗幾十年去隱藏一個 agenda，最後一擊即中，呢個就係內心。現實世界唔同三國，但係人性冇變過。記住，永遠留後着，永遠收埋一手。下集預告第四條法則，關於令人需要你嘅法則。我哋係 Stephen 同 Joey，多謝大家收看到尾。下集我哋繼續拆解第四條法則。記住 like 同 subscribe，comment 話我哋知你想聽咩 topic。